大家好，歡迎嚟到順我意做緊訪談。做緊節目。係，大家好，我係大家好。阿 Paul 啊。我今日咧就其實就想為大家介紹一個人物嘅。咁呢個人物咧就佢喺香港咧其實就好大嘅貢獻嘅。咁佢就係Jackie 潘寧卓，人稱咧叫潘寧卓啊。佢有個廣東話名叫潘寧卓。咁我點解要介紹佢咧？因為其實就係源於咧，佢就係我自己認為咧，佢就係終結咗呢個九龍城寨嘅一啲黑社會嘅一啲咁嘅活動啦咧，佢就係最後係佢終結咗嘅，我認為係咁我先介紹咗啦。咁介紹呢個人先啦。咁樣佢本身就係英國人嚟嘅。咁佢大概喺1964年啊，好似係1964年咧就已經去到香港㗎啦。咁當其時咧，因為佢係啱啱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畢業啊。咁佢畢咗業之後咧，因為佢就係信耶穌啦，信耶穌基督啦。咁佢就本身嚟講咧，就好想貢獻呢個世界啊。咁樣咧，咁當其時啲人真係有呢鋪癮嘅。咁樣咧，佢就話咧要揾一個地方去貢獻呢個世界。咁佢咧當其時就問神父啦，即係英國嗰陣時啊。咁呢神父就話啊，你不如買張船飛咁樣，因為當其時坐船㗎，冇坐飛機㗎。咁樣咧就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咁買一張可以去好多個埠嘅船飛，睇下邊個埠你中意嘅就留低啦。咁結果咧，佢就最後就留低咗喺香港啦。咁阿潘寧卓咧，就因為佢嚟到香港嗰陣時咧，佢好似話身上咧都係得幾廿蚊港紙嘅啫。咁就原因就係因為佢喺路上都花費咗好多錢，同埋因為佢原本就係一個學生嚟噶嘛，佢啱啱畢業，基本上連工作都未做過嘅。咁樣咧，佢只係咧純粹係相信上帝啊，咁樣就去想去做呢個侍奉啦。咁就結果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因為啲朋友介紹咧，佢就去咗九龍城寨住嘅，同埋咧喺九龍城寨嘅天台學校嗰度咧教小學嘅，主要係教英文同埋教音樂咧，因為佢係音樂學院嘅學生啊嘛。咁當其時，因為你都知道啦，九龍城寨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係一個冇人願意接近或者入去九龍城寨，係冇人願意入去嘅地方嚟嘅。咁先介紹下九龍城寨啦，因為其實有啲後生嘅香港人都唔知道嘅。九龍城寨咧以前叫做三不管啦。咩叫三不管咧？其實就係話中國唔管，香港政府唔管，同埋咧英國政府都唔管嘅。咁樣咧，點解呢個地方會係咁咧？原因就係因為當其時割讓香港俾英國，嗰陣時唔係割讓啊，sorry，應該係租借啊，租借香港呢個九龍啊，九龍半島俾英國嗰陣時咧，就係因為係租借啊嘛。咁所以咧當其時亦都有原居民喺香港喺九龍住嘅。咁所以咧清朝政府咧就將九龍城呢一個係一個其實係有圍牆嘅一個城門嚟嘅。咁樣咧，當其時咧就有清政府嘅人喺度維持住呢個香港嘅一啲即係本地人嘅生活啊之類嘅。咁但係因為你都知道啦，後來因為清政府覆亡咗之後，去到民國嗰陣時咧就冇人管嘅。咁樣咧主要就係因為政府都冇咗啦，咁啊官員都冇糧出㗎啦，都係要翻鄉下㗎啦。咁變咗咧九龍城寨咧，後來咧就變成咧好多難民咧。即係尤其是喺中國落嚟49年啊咧解放嗰陣時落嚟嘅一啲難民咧就會聚居喺嗰度啊。咁再加上咧，因為嗰啲地方咧就本身嚟講咧就係即係冇政府冇警察去管嘅，所以咧就好多犯罪活動啦，黃賭毒都有嘅。咁而潘寧卓咧就係去到嗰個地方住落咗之後咧，就發覺咧就因為嗰度犯罪率好高啦，地方生活好惡劣啦，啲老鼠周街行啦，咧啲水渠啊咧或者係咧周圍會滴水啦，令到咧成個環境都係非常之差嘅。而且咧即係九龍城寨裏面仲有個建築咧係唔依
呢個即係政府嘅，即係香港政府嘅規格嚟起嘅，所以係亂咁起嘅，所以啲樓咧其實都係亂咁搭嘅，一間黐一間咁樣。咁所以變咗咧，當其時個環境咁惡劣咧，同埋好多人吸毒啦喺裏面，因為裏面冇警察啊嘛，咁所以吸毒係合法化噶嘛，因為喺裏面冇警察嚟拉嘅話就咩事都發生嘅。咁所以咧，當其時喺九龍城寨咧係因為好多人吸毒啦，咁但係就潘寧卓佢係喺裏面咧，就開始咧就租咗一個比較大嘅地方咧，即係除咗佢住嘅地方之外咧，佢就換咗一個比較大嘅地方咧，就開始傳福音啊，即係傳即係講即係叫做開始咧傳教。咁但係你要記住一樣嘢喎，因為當其時係六幾年啦，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嚟講咧，就係佢係一個佢唔係教會嘅人。佢唔會話咧，因為有教會嘅正統嘅教佢點樣去傳福音，亦都咧佢亦都冇教會嘅支持資助。咁所以咧，當其時咧，佢係自己一個人搞嘅，咁就靠佢自己嘅一啲薪水啦，即係因為佢係做小學教師噶嘛。咁搞下搞下咧，就真係可以召集到一啲即係唔識即係有啲人咧就願意去佢個教會嗰度聽佢傳福音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因為當其時咧喺香港當其時六幾年嗰陣時咧識英文嘅人係好少嘅，而阿潘寧卓咧佢咧本身係英國人啦，所以其實佢都冇學過廣東話嘅。咁但係佢就因為佢喺裏面生活啦，所以佢必須要學廣東話啦，所以佢用廣東話嚟去傳福音。可以咁講咧，當其時係第一個英國人咧用廣東話嚟傳福音啦。咁後來佢仲咧因為有太多道友啦，所以佢咧好多人喺裏面食白粉啦。咁所以咧佢就開始搞福音戒毒。咁我相信佢亦都係香港第一個做福音戒毒嘅人。咁而咧當其時咧真係好多黑社會咧去搗亂嘅。咁但係咧後來有啲黑社會亦都會諗到就係話，因為佢係一個白人，佢係一個英國人，如果佢喺教會如果佢喺九龍城寨裏面有乜三長兩短出咗事咧，即係英國政府可能咧會反轉過九龍城寨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反而咧就會派人去保護佢個教會，咁令到佢咧可以繼續維持佢嗰個即係傳福音嘅工作。咁而佢喺過程中咧，佢哋都游說好多黑社會嘅人加入佢嘅教會去戒毒啦。咁到最後咧，連幫佢即係保護佢嗰個黑社會嘅人咧，亦都係因為佢嘅感動咧，而咧嘗試戒毒，結果係戒甩咗嘅。咁好神奇一樣嘢啦，因為你諗下點解佢叫奇女子咧？就係因為佢身為一個西人啦，一個英國人啦，當其時喺香港，佢其實係可以咧成為一個即係高等嘅白人啦。因為當其時白人嘅地位仍然都係喺香港係好高嘅。咁而加上咧，佢咧去到呢啲咁惡劣嘅環境咧，連香港人都唔忍受得到嘅，因為其實香港人都好怕經過或者係行入去九龍城寨嘅，因為都覺得好危險嘅。但係佢咧係願意奉獻自己啦，一個女子咁樣咧走入去九龍城寨。後來佢因為得到香港政府當其時應該仲係英政府啦嘅資助咧，佢後來係喺香港咧仍然都係有做福音戒毒嘅。咁佢亦都有個山頭咧，專門就係咧做起咗啲戒毒所嘅。咁就所以佢其實咧就係而家都仲喺香港嘅。咁但係佢有返過英國嘅，咁當然。咁因為九龍城寨你都知道有一部電影叫《九龍城寨》啦嚇，咁樣咧就係因為呢套電影咧而引起咧我咧係揾到佢嘅當年嘅一啲訪問啊，咁就係 TVB 做嘅。咁呢啲訪問可能已經係40年前嘅訪問嚟㗎啦，因為啲片咧睇就知道係好舊。咁而睇得出咧，當其時香港有發生過呢啲事情咧，我哋身為香港人咧係完全唔知㗎，我哋係冇呢種教育，亦都冇聽過呢個人。
但係當我喺英國嗰陣時咧，我其實問過好多人，尤其是係教會中人咧，佢哋其實都知道佢嘅存在嘅，而且咧都話哦，我聽過佢喺英國做同我哋介紹香港嘅佢嘅工作情況㗎，我哋都聽過㗎。咁啊，可能都係講緊十幾年前㗎啦。咁但係問題咧，佢嘅工作咧對香港嘅成就咧係我哋係完全香港身為香港人。即係我都覺得好慚愧嘅，原來我係唔知嘅。我喺香港住咗咁多年咧，我要去到英國先至揾翻有條咁嘅片，然之後我先至認識到呢個人。咁我覺得呢個人非常之神奇啦，因為以呢個香港嗰個生活環境咁惡劣咧，佢仍然可以花咁多時間一世人咧就幫香港做咗咁多嘢咧。然之後最終咧就係話所有喺城寨裏面嘅黑社會咧，就係最後就係都可能有啲改過自新啦，或者有啲已經過咗身啦嚇。咁其實嗰個你啊，所以咧電影裏面咧嗰個九龍城寨嘅故事咧係虛構嘅，係呃人嘅。咁真正嘅九龍城寨嘅結束咧，我相信咧同阿潘寧卓係有關嘅，因為主要原因就係話好多黑社會老大咧，佢啲僆都已經全部轉晒做教友啦，即係咧係信咗耶穌啦。咁佢最後都只能夠信耶穌啦，因為佢都冇地方可以去噶啦嘛，因為佢哋呢啲已經踎咗喺九龍城寨好多年噶啦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即係佢哋後來就全部都信晒耶穌咯。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就係話咧，潘寧就係最後終結咗呢個九龍城寨嘅一啲犯罪活動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人物啦。即係因為警察都唔會入去嘅，所以咧即係除咗佢冇人夠膽去做呢啲嘢。咁就當然啦，咧你話咧對佢嘅故事。即係我係非常之感動嘅，因為咧好多人即係中國成日都話啊英國人咁多年嚟喺香港到底為香港做過啲咩咧？我就同你講呢個故事就係我要同香港人講，就係話英國人，我唔好講話香港政府，英國人就喺香港做過呢啲好事，而呢啲好事咧係中國人當時都唔會做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有宗教背景啦，雖然佢唔係教會之中人，但係佢有宗教背景，所以佢對於自己嘅對於要奉獻呢個世界嘅執着咧，其實咧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嚟講就係話，因為有咗呢啲咁嘅上一輩嘅人嘅一啲執着嘅信念咧，所以我哋香港人嚟講咧亦都要去保護翻自己。咁點樣保護翻自己咧？我哋咧都係需要咧有一個團結嘅力量。咁香港議會其實就係一個團結嘅力量啦，但係可以即係凝聚住香港人啦。然之後希望大家就係話可以互相去維持住呢個香港人嘅身份啦。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係話所以如果有人話就到底英國人當年喺香港做過啲咩嘢令到大家咁懷念啊？我就可以講呢個故事出嚟，而呢個故事咧係唔係話一個龐大嘅政府可以做得到嘅，就係靠一個女子，一個英國嚟嘅奇女子做出嚟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就係話好多事情我哋睇起上嚟係冇可能發生嘅事情咧，佢真係會發生嘅。即係話包括窮兇極惡嘅黑社會，居然咧係敗喺呢一個奇女子呢個咧英國女子手上。呢樣嘢咧就已經係一種神蹟嚟嘅，我覺得係一種神蹟嚟。咁所以咧我其實雖然我唔係一個受洗嘅教徒，但係我係信耶穌嘅，只不過咧我咧唔信教會啫。因為教會是非太多啦。咁所以咧，我係信耶穌而唔信教會嘅。咁以聖經嚟講，亦都冇話到咧，信耶穌一定要返教會，冇咁講過嚇。咁所以咧，大家要理解到就係話，信仰同埋你要唔要加入一個組織咧，就睇下你要做啲咩嘢。咁喺香港議會嚟講咧，我相信就係話，俾到我哋一個機會咧，可以去將自己嘅所有嘅事情咧，就係
就係咧理順，同埋咧必須要接受面對一個事情，就係話我哋喺對於香港曾經貢獻過啲咩嘢咧？即係除咗交稅啦嚇，交稅咁你就個個都係被逼嘅啫。如果你可以唔交稅嘅話，我諗好多人都唔願意交稅㗎，甚至乎而家好多香港人都咧借咗政府錢之後就移咗民啊，咁就唔還錢啊，即係咁當然除咗 Lucky 得呢個嗰個老闆之外啦嚇，咁其他都係咧都好多人都係咁噶。所以咧其實我認為就係話即係對於呢個自己嗰個 identity 好重要啦。咩叫 identity 咧？就係話你自己嘅出身啦，你認唔認識自己啦，同埋你對自己嗰個誒本身嚟講，你覺得有啲乜嘢嘅咧嘢需要你去貢獻㗎啦？因為你諗下一個外國人，一個從未嚟過香港嘅一個人啊，佢居然可以為香港奉獻一生啊！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嚟講太偉大啦，即係連我哋呢啲香港人都會覺得咧，非常之慚愧啦，因為我哋其實喺都冇對香港做過啲太多嘅一啲貢獻嘅。所以呢個都係我參選嘅原因啦。第一，第二嚟講咧，就係話我亦都想講翻第二樣嘢，就係因為琴日加拿大選舉啦，咁樣咧就自由黨就黨魁勝出咗啦。咁啊，當然我都會恭賀呢個加拿大人嘅，咁樣起碼佢哋有一個完整圓滿嘅選舉嘅落幕啦。咁但係就係我就會係因為我今日都聽到就係話我哋嘅一個前輩啦，黎則奮啦咁佢咧本身嚟講就係國粹派㗎啦，以我所知道。咁佢當佢但係佢咧就本身嚟講咧就即係發出咗一篇文啦，就話咧即係新移民嚟加拿大嘅香港人咧就影衰佢啦，同埋咧覺得佢哋咧將呢個加拿大咧會拉低佢個水準啦。咁我就覺得咁嘅咧，因為呢個咧，第一呢個唔係加拿大嘅精神姑勿論加拿大嘅精神，我支唔支持啦因為其實加拿大唔係上樣嘢我都支持嘅，譬如話佢嗰啲合法吸毒啊嗰啲嘢，我係唔支持嘅。咁但係因為我本身唔係加拿大人啦，所以我亦都冇資格話支唔支持。咁但係因為黎則奮咧發出呢一篇文咧，就即係等於向香港人挑戰嘅啫。咁我亦都頭先都同你講咗啦，就係話黎則奮亦都係就係話佢對於香港議會咧就覺得係垃圾啦咁我咧，但係我就反問翻佢一個問題，我就話黎生你咧你喺加拿大咁多年，你對於香港有啲咩貢獻過啊？咁佢係即係就冇回答，亦都咧係即係同我斷交啦，即係意思啫。咁 OK，咁 anyway，即係話佢答唔出呢個問題啦。咁我就覺得嚟講，其實佢呢啲叫做人一男老就殘嘅人咧，就係非常之多嘅，就係喺加拿大添。嗰個主要嘅理由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佢都喺度等緊共產黨招安嘅啫。如果有一日共產黨俾啲着數佢，叫佢幫手出聲，咁佢一樣會幫共產黨做嘢嘅啫，因為佢以前就係國粹派嚟嘅。咁所以嚟講咧，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對於人嘅即係嗰個即係會成日都會變嚟變去啦。主要就係因為有好多人咧，就係本身就係佢對於自己嗰個目標係唔確定啦，或者對自己嘅信仰動搖啦，咁而導致到咧佢就會好似變色龍咁樣變嚟變去啦。咁其實你睇翻就係話喺香港又好，或者甚至乎司徒華都係㗎，我都係咧覺得佢係變色龍嚟㗎。佢臨死之前咧都係咧即係同共產黨眉來眼去嘅，呢樣嘢大家都看在眼裏嘅。所以我覺得咧佢嘅死咧係唔值得惋惜嘅。
咁呢樣嘢咧就當然有好多人唔同意啦，但係唔好意思，因為呢個係我嘅睇法啊。咁所以咧我亦都同司徒華當面嘈過交嘅啊。我係唔會怕咧，因為司徒華好似個個都咧當佢係咧正人君子咁樣啊。咁所以嚟講anyway，我覺得嚟講就係話正確咁樣去了解歷史啦，因為喺歷史上面我哋有好多偽歷史嘅嘢咧，令到我哋咧嗰個理解咧係錯誤嘅。咁呢啲咁嘅錯誤嘅理解咧，係導致咧你嘅人生咧係冇辦法咧脫離呢個中國人嘅思維邏輯啊。所以點解我去到英國之後咧，我就揾翻自己嘅 identity 啦。因為我喺英國，我就覺得自己係一個英國籍嘅人，咁我唔會咧去即係唔好意思講，因為我覺得我就係一個英國籍嘅人，我唔覺得我嘅思維係中國人嘅思維。咁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只要我能夠脫離呢個脫去咗呢個中國人呢一個外衣嘅話咧，我咧先至可以成為一個真正嘅全新嘅我，先至咧。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係雖然我係冇逗留到喺英國，但係我已經係認為我已經係達到目的㗎啦，咁就已經夠㗎啦。就等於你可能有啲孤兒啊，可能喺孤兒院長大啊，後來佢大個咗之後，希望可以揾翻個親生老豆老母啊，到佢揾到嗰陣時，我發覺佢哋有啲係死咗啦，或者咧自己都係住喺老人院老到一生啊，咁你可能就已經心滿意足噶啦，因為你已經揾到啦嘛，你已經達到目的啦嘛，咁就 OK 噶啦，你唔需要繼續咧糾纏喺一啲恩恩怨怨裏面啦。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只要放棄咗呢個中國人嘅身份咧，我就可以非常之即係可以正確咁樣去面對自己，同埋可以面對呢個人生啦。咁所以我嚟講就係話，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嘅，對於我嚟講。咁我覺得就其實頭先講翻 Jackie Paninger 佢本身嚟講嘅事蹟咧，其實佢係有出一本書嘅，喺 Amazon 有賣嘅。咁亦都買得好平嘅啫，唔知10磅咁上下嘅。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買嚟睇嘅，因為佢係個自傳嚟嘅。咁因為佢嘅本身嗰個人生經歷咧，係我哋冇辦法想像嘅，因為你喺啲咁惡劣嘅環境生活嘅話咧，以一個西人嚟講咧，其實真係好難頂嘅。香港人自己都會覺得好難頂啊，更何況係佢。所以咧就我唔知道Lily 有冇去過城寨啊？咁因為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屋企人都會話：你千祈唔好去嗰度啊，入咗去出唔翻嚟㗎。通常都係咁樣講嘅，就嚇我哋嘅。咁我我就冇差唔多，去過。你冇去過嚇，唔緊要啊，因為咧冇人願意去㗎，因為咧冇人願意去嗰度嘅。咁同埋咧，加上就係話咧，即係其實英國人對於香港咧，我覺得都係情之義盡嘅啦。因為佢一開始嗰陣時，佢只係諗住喺經香港咧同中國做生意嘅啫。佢只係想揾個地方落腳，可以咧同中國咧做生意賺錢嘅啫。咁到最後，後來佢都願意孭上呢個包袱，甚至乎後來俾咗護照俾我哋，令到我哋咧好多人都可以咧有機會移民去英國。我覺得呢一個係佢哋預料之外嘅，即係當年簽南京條約嗰陣時，佢絕對冇諗過有咁多香港人咧需要移民到去英國嘅，我相信。咁當然啦，時移世易到咗而家嚟講，英國亦都唔係一個好好嘅國家，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姑勿論點都好啦，起碼都造就咗好多香港人移民咗去英國啦。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嚟講就係話。你覺得就係話咧，英國同台灣比較，你中意邊個國家多啲？嗱咁樣睇啦嚇咧，我會覺得就係話英國，我先講英國先啦，因為咧英國其實英國人其實就好好嘅，亦都好 nice 嘅。咁只不過係我個人嗰個
即係能力有限啦，咁所以冇辦法咧即係喺嗰度生活落去啦，或者係咧生存都有困難啦。咁因為嗰度咧太多中國人啦，我咧其實我就我喺英國，我上次講咗啦，我喺英國嗰陣時，我同中國人係講英文嘅。主要就係因為佢哋係外國人啦，所以我就唔會同佢哋講普通話嘅。我淨係識國語嘅啫，我亦都唔識普通話我亦都唔想講。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嗰個環境令到我係即係唔係好舒服啊。咁我翻咗嚟台灣，因為台灣中國人相對比較少嘅，亦都比較低調嘅。咁所以咧，我就坦白講，亦都好少會遇到中國人嘅，通常都係只係會遇到台灣人嘅啫。咁如果你話以生活條件嚟講咧，就或者係以嗰個政治環境嚟講咧，就台灣好過英國好多啦。因為英國咧仍然都係處於左傾嘅路線啊。我哋都甚至乎可以話咧新嘅首相 Keir Starmer 咧本身亦都係一個極左嘅人。我成日都形容下，因為上次英國暴亂嗰陣時咧，佢係將責任全部推俾推晒喺嗰啲所謂叫暴徒身上有掛號括弧嘅暴徒身上。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咧當你企喺右邊跟住企喺中間，將一啲曾經支持過你嘅人拱向右邊，因為佢話佢係極右啊嘛，即係話嗰啲暴徒係極右啊嘛。咁樣咧就咧，你同時咧亦都係因為有個後座力咧，咁你咧亦都係傾斜咗去左邊嘅，因為你一定要企喺左邊先可以將啲人拱去右邊噶嘛，係咪先？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嚇。我即係形容呢樣嘢就係話，佢將啲人拱去極右，佢自己就會被推去極左。咁呢一樣嘢咧係我唔能夠接受嘅，所以咧我對英國而家嗰個政局咧係非常之不滿嘅。佢哋亦都不停咁加稅啦，加稅就算啦，加咗稅之後咧，跟住咧罷工連綿啦。包括咧令到Birmingham 呢個地方咧就係垃圾冇人倒啦。咁佢加咗稅咧，但係佢服務就越嚟越差喎。點解？因為佢成日加稅都話唔夠錢，都話要破產啦。咁樣咧呢個咧已經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啦，即係好似第三世界國家咁啊！你明唔明啊？第三世界國家就係你冇錢，所以咧你冇話投資，冇辦法發展嘅地方，冇辦法發展嘅地方咧，再咧你就更加窮啦。呢個變咗惡性循環，再加上咧就係話即係 Keir Starmer 咧當時即係我講緊當時啱啱選首相嗰陣時咧，佢係得罪咗兩個最重要嘅貴人我叫貴人點解得罪咗兩個貴人咧？第一個咧就係美國嘅現任總統川普啦，因為佢帶住工黨嘅人咧去美國助選啦，去幫民主黨助選啦。第二樣嘢咧，佢咧就係喺網上面咧，喺 X 平台咧就同呢個Elon Musk 啦，即係 Elon Musk 即係馬斯克啦，就喺度嘈交啦。咁因為當其時佢已經係一個首相啦，咁佢以佢嘅身份，佢唔應該喺個網絡平台嗰度同人哋嘈交嘅，因為呢樣嘢咧係有失身份嘅，因為你係一國之首啊嘛。咁你講嘅説話全部都係代表全英國人嘅。咁所以咧，呢啲都係不明智嘅做法啦。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就係話咧，你得罪咗呢兩個全世界最重要嘅人，一個就係全世界最有錢嘅人，一個就係全世界最有權力嘅人。如果呢兩個人都俾你得罪咗嘅話咧，咁樣咧，你英國邊有運行啊？唔通你？而且再加上佢亦都有親中嘅立場啦，所以佢咧成日都話要將皇家鑄幣廠轉為做呢個中國領事館啦。中國亦都爭啲想熄咗佢嗰個唯一嘅一個煉鋼嘅熔爐啦。咁而造成咧呢個英國嘅咧鋼鐵就會咧失去咗生產鋼鐵嘅機會啦。因為鋼鐵生產咧係英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工業嚟嘅。如果冇咗鋼鐵工業嘅話咧，英國咧
剩翻就冇幾多嘢㗎啦，因為佢嘅科技又唔得啦，科技唔及美國啦。佢再加上就係話佢即係以英國人嚟講，亦都係而家嗰個教育程度亦都越每況愈下啦。而家最多嘅啲大學咧招唔到本地人嘅，通常都係招啲中國人同埋印度人嚟讀書嘅。咁所以咧啲大學咧本身嚟講咧，亦都咧開好多後門俾啲中國嘅留學生啦，或者開啲後門俾啲印度遊學生喺呢度讀書啦，降低個門檻啦，然之後令到咧更多嘅學生可以俾錢嚟養住啲教授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本末倒置嘅做法啦，因為你本身嚟講，你將自己嘅教育水準降低，而遷就啲學生，結果到最後咧，你咧嗰個學校咧嘅公信力亦都成疑啦。即係好似而家香港港大同埋中大都係咁㗎，理工大學都係咁㗎。所以我就覺得咧呢啲咁嘅事情咧都係即係英國政府同埋民眾需要關注嘅嘢啦。但係好可惜就係因為英國嘅民眾咧對於呢個保守黨嘅失望而改投咗工黨啦，即令到工黨上台啦。咁樣再加上咧，而家咧工黨仲有第一個中國裔嘅即係呢個議會嘅議員啦，即係咁呢大家都知道啦，因為佢係喺雷丁嗰度選到嘅。咁雷丁亦都係好多香港人聚居嘅地方啦。咁 anyway 唔理佢咩啦嚇，因為咧對於我嚟講就係話即係滅共係最緊要啦。咁樣咧，如果你咧連呢個議員都可以俾中國人滲透嘅話咧，或者係皇家鑄幣局都俾人滲透嘅話咧，我就對呢樣嘢其實我都好不滿嘅。咁台灣講翻台灣啦，台灣孕育咗我啦，俾咗好多機會我啦，同埋我亦都喺度住咗咁多年啦。咁嗰個主要嗰個台灣咧係一個唔完美嘅民主國家啦。咁唔完美嘅原因就係因為民智未曾好開放啦，因為台灣唔係一個國際城市啦，咁所以好多即係觀念上咧仍然都係非常之中國化，即係咧佢哋咧裙帶關係好強啦。佢哋好中意搬弄是非啦，同埋好中意聽人講啦，冇獨立嘅判斷能力啦，所以咧就好容易咧會被人哋利用啦。咁譬如話好簡單嘅嘢，譬如話人哋話叫你呢隻藥好喎，咁跟住佢聽到人哋咁講咧，佢就會去買噶咯喎，佢又唔會話咧，咦睇下咁咪啲成真係好容易係俾中共統戰咯。係啦，冇錯啦，就係咁啦，因為咧。即係因為你都中意聽朋友講嘛，咁一個朋友咁個朋友可能被統戰咗啦，咁你咪咧你聽住佢講，咪跟住佢做咯。咁樣咧，即係台灣人亦都係冇自己嘅獨立判斷能力啦。即係譬如話你買嘢嗰陣時，你咧就信人哋講啦，就唔會自己去問下呢個成分係乜嘢啊，有冇攞去鑑定過啊？咁人哋講咩就信乜嘢啦。咁所以造成好多自己嘅一啲當然就係會令到自己咧受損啦，損失啦，再加上咧你因為台灣有好多中小企咧，其實都係冇創新能力嘅，因為佢哋咧就長期依賴咧就中國貨咧攞嚟貼牌嘅。咩叫貼牌咧？即係話嗰樣嘢中國生產嘅，你就賣俾我，然之後咧我嚟到台灣之後咧就貼我個 logo，跟住咧就當係台灣貨咁樣攞去賣。咁呢樣嘢其實長期都係咁噶啦，香港以前都係咁嘅。香港以前就係啲牛仔褲咧，就係爭個 logo 啊嘛。咁你運到落嚟喺東莞運到落嚟香港嗰陣時咧，就會揾人車個 logo 上嚟啦。你想咩 logo 都可以嘅，你想呢塊時就呢塊時，Big John 就 Big John 啊，你中意車啲咩牌子上去都 OK 嘅。咁香港以前都有咁做，呢樣嘢都係事實。咁樣咧，所以其實香港根本就冇工業噶啦，你都知道。咁所有佢嘅香港品牌其實大部分都係中國製造嘅啫，就包括咩李錦記蠔油啊、
腐乳啊嗰啲食品都係中國做嘅啫，因為佢哋啲廠都係喺中國嘅啫嘛，所以對於咁咪有香港。好多嗰啲毒食品喺香港。當然啦，當然啦，所以到後來香港人就索性去深圳啦，因為反正都係食嗰啲嘢噶啦，嗯，咪我去深圳消費咯。台灣本身嚟講，台灣嗰個你話有冇優點咧？咁當然有啦，包括佢有個健保啦，因為佢有個保險，即係嗰個醫療保險啦。咁喺亞洲嚟講啊，算係唔錯㗎啦。甚至乎好過英國嘅，因為咧英國咧有陣時都會罷工嘅嗰啲醫生，但係咧台灣就好少罷工嘅。咁因為以前國民黨年代就亦都唔允許你有機會組織呢啲工會啦。咁我覺得嚟講，台灣而家就係慢慢步入呢個國際化啦，因為而家菲律賓其實以前菲律賓人對台灣人唔係好友善嘅，咁但係曾經發生過衝突嘅喺海上，咁但係而家咧最新咧就係話菲律賓要加強同呢個台灣嘅官員嘅政府嘅溝通啊，即係咧同埋協作啊。咁呢啲無可否認，呢啲梗係美國人叫㗎啦。如果唔係咧，無啦啦咧，菲律賓咧做乜會走過嚟咧鬧台灣政府啫？台灣政府亦都冇能力走去鬧人哋㗎啦，因為人哋唔承認你係一個國家㗎嘛。咁所以咧，其實係令到中國係嗰陣時尷尬同埋好嬲嘅。咁但係因為呢個事情已經係發生咗㗎啦，就係今日就睇到嘅新聞。包括日本啦，日本因為以前係台灣係日本殖民地啦，所以台灣而家亦都係即係除咗美國之外就係日本去保護嘅。咁樣咧，所以點解好多武器咧，即係好多武器啊，而家都係部署晒喺日本嘅南部嘅。點解會喺日本嘅南部咧？因為南部就係近台灣啊嘛。其實就係嗰個涵蓋面咧，即係嗰個保護嗰把傘咧，其實咧就係已經係遮住，即係已經係保護埋台灣噶啦。所以嗰個美日安保條約咧，所謂叫美日安保條約，依家已經廿幾年前嘅一個保護條約咧，就係美國同日本簽嘅。但係咧個範圍係包括台灣嘅，係好神奇啊！係包括咗台灣嘅喎，所以台灣點會係中國嘅一部分啦？因為咧美日安保條約咧都係涵蓋咗台灣嘅。基本上美國人咧就默認咗咧係日本人咧對台灣有責任㗎啦，就係要保護嘅。日本人亦都知道，如佢唔保護台灣咧，台灣失守嘅話，下一個就輪到日本㗎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就係會喺台灣嚟講咧，我哋其實咧你話日日有軍機飛嚟飛去冇錯啊，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對於我嚟講，我係唔驚嘅。點解咧？因為我已經有咗犧牲嘅準備㗎啦。如果一打起仗上嚟，我應該係第一批會犧牲嘅。咁再加上咧，我哋台灣咧就唔係話得嗰廿幾萬兵，其實我即係哋如果打仗，你會係第一個衝上去，意思係咪？我相信我唔會係第一個，因為輪唔到我啊，因為大把人。因為我想講就係話台灣咧，雖然現役軍人得20幾萬啦，真正喺前線嘅可能都係得嗰10萬啦。但係咧，你要記住，我哋咁多年嚟訓練過嘅軍人咧，應該係有300萬嘅。咁呢啲人咧，佢平時可能佢只係一個貨車司機啦，或者佢只係開一間小鋪頭啦。咁但係當打起仗上嚟嘅話，佢唔保護自己屋企人咧，就冇人保護到噶啦。咁所以佢一定會咧就會係即係會參軍啦、入伍啦。咁姑勿論佢以前做過啲咩啦，但係基本上咧，佢到嗰陣時已經係輪唔到你選擇啦。你只能夠阻止解放軍登陸。如果你阻止唔到佢哋登陸咧，你就一定係死緊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到時咧，成個台灣嘅沿海地區咧，都會有好多民眾去咧主動去
主動去咧去保衞嘅。我同你講啊，咧台灣人咧就有鋪牛脾氣嘅，因為可能係閩南人嘅關係啦。咁佢哋有啲咩牛脾氣咧？佢唔會咧咁輕易咧，你話咧嚟霸佔我土地，我就會即係俾你啦，就唔會嘅。譬如話，我記得上個禮拜有一件事情啊，因為有一個包租婆咧，就喺高雄嗰度咧，就因為想趕走個租客咧，就喺佢哋個即係租客嗰間鋪頭，因為嗰間鋪頭原本係佢噶嘛，佢租出去俾人哋啊嘛，就喺度搗亂啊，就喺度打爛晒啲嘢。咁雖然啲嘢係佢嘅，咁呢個係事實，但係你搗亂咗佢喺個門口搗亂，即係佢唔使做生意啦。咁就想逼佢走，結果咧，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咧？高雄裏面有好多人就，因為佢係賣壽司嘅，其實佢就賣壽司店嚟嘅，因為嗰個老闆就係日本人嚟嘅，佢老婆就係台灣人嚟嘅。咁啊咧，結果咧喺高雄咧，有好多人咧就好遠嘅地方都揸車嚟同佢買壽司啊！佢對佢新聞報道話咧，排隊排到咧，你買一個壽司要排2個鐘頭。個個都支持佢。係啦，冇錯啦。你諗下一個咁少嘅事情，一個包租婆發爛渣咁樣咧，結果咧有咁多人嚟支持，你覺得解放軍打到嚟，啲人會匿喺屋企嘛？你覺得會咁啊？當然唔會係唔會啦。啦。係啊，嗱呢樣我覺得嘢我即係台灣人嘅素質遠遠大過呢啲大陸嘅人。即係大陸人咧，佢係即係當作係炮灰，俾共產黨逼上前線嘅。但係台係灣人咧係主動參戰，主動保衛自己國家，就係呢一點士氣嚟講，共產黨都係啦。輸咗。係啦，係啦，所以我就非常之有信心嘅咧，因為台灣人就係有呢一種義憤啊，咁所以咧我相信即係我對台灣人嘅本質係有信心嘅，即係佢唔會主動挑人嚟，但係當你要嚟咧對佢不利嗰陣時咧，佢一定會咧攞起把刀同你搏命嘅，所以你放心。我哋咧係有人會係好緊張，但係對我嚟講咧，我覺得係好 easy 嘅啫，因為台灣有絕對有能力去保護自己，因為台灣因為長期嘅備抗共。戰嘅關係啦，備戰啦係咯，我哋講，嗯，係因為因為台灣你諗下，從抗共。1949年到而家嚟講，備戰咗80年啦，係咪？備戰咗80年㗎啦。咁呢80年嘅備戰，喂唔係流㗎。你知唔知道咧？我哋咧即係喺忠烈祠附近嗰啲山裏面，全部都挖空晒嘅。點解？因為裡面有美國以前幫台灣興建嘅一啲地堡㗎，一啲防空洞啊。咁嗰啲係俾總統去避難嘅，咁呢啲已經係公開嘅秘密嚟嘅，大家都知嘅，亦都唔需要介意話講出嚟。咁呢啲咁嘅秘密基地，佢當然係有同美國嘅聯繫嘅一啲技術啦。咁美國人又點可能將呢啲技術拱手送俾共產黨呢？唔會噶嘛，佢係都要，就算真係發生啲咁嘅事情，佢都要先將佢破壞咗先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好多防禦工事喺台灣嚟講咧係仍然存在嘅，只不過係咪過時咁解啫？但係過時唔代表冇用啊，只不過佢冇咁重要咁解啫。咁所以咧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就係覺得哦咧一攻過嚟大家就會投降。我覺得嚟講咧，而家咧因為已經有美軍喺台灣督師咧，所以咧對於台灣嘅安全嚟講咧，我係有信心嘅。我唯一就係擔心就係話國會就係話呢個國民黨有冇被今次罷免咧能夠成功啦？我希望就即係好似話嗰個罷免投票咧要拖到8月啊，要到8月先至可以投票。咁所以咧，對於而家嚟講，我哋差唔多仲有成半年。咁但係所以 anyway 唔理佢啦，因為呢啲嘢咧由政府安排嘅啫，冇乜所謂嘅。咁所以咧，我哋當然係會去罷免啦，呢樣嘢就唔使講啦。
咁睇下係香灣人嘅意識咯。咁係啊，咁所以嚟講，我同你講就係話誒。我對於習近平嘅威脅嚟講咧，我唔覺得係台灣處於非常之危險嘅地步咯。我反而覺得嚟講，如果而家趁而家共產黨仲係未曾去到好強盛嘅地步咧，就咧將佢一舉殲滅咧，就係最有利嘅。包括美國人亦都係咁睇，所以而家美國人係逼緊佢開戰嘅。嗯你睇到係係美國係逼緊佢開戰嘅，因為只不過你一路係咁向後褪咁解啫嘛。因為如果你開戰嘅話，你可能就會一夜就會俾人哋係誒打敗。即係打敗啦，係啦，冇錯。係所以咁啊！我一啲都唔會緊張。而家美軍喺台灣係咪啊？而家美軍當然有睇台灣啦。嗯嗱，美嗯軍咧就咁樣嘅。美軍咧，正式嘅美軍咧，即係佢有官階嗰啲美軍咧，就唔會太多嘅。但係有好多咧叫做我唔知你有冇聽過黑水公司啦，叫 Blackwater 啦。咁 Blackwater 呢間公司咧就係一間合約公司嚟嘅，就係僱傭兵合約公司嚟嘅。咁佢哋咧喺美國咧係合法成立嘅。咁樣咧，其實咧好多美軍，尤其是係啲特種部隊咧。佢哋咧退咗役之後咧，就會去黑水公司翻工噶啦。咁黑水公司咧就會有最先進嘅武器啦，同埋最安全嘅一啲任務俾佢哋啦。譬如話去保護一啲重要人物啦，或者係保護啲重要嘅區域，包括咩油田啊、礦產啊之類都可以，佢哋都可以去保護嘅，只要有錢就得噶啦。咁當然啦，呢嗯啲咁嘅，亦都呢啲咁嘅人，因為佢哋嗰個能力非常之強啦，所以美國政府都會請佢哋㗎，所以佢哋叫做 subcontractor 啊嘛，即係話係一個合約制嘅一啲僱傭兵啦。咁呢啲僱傭兵咧，亦都會幫美國政府㗎。所以咧，我同你講就係話點解喺烏克蘭可以打咁耐，因為又唔係話完全靠晒烏克蘭自己嘅軍隊嘅，好多都有美軍介入嘅。呢啲美軍咧都可以用唔同嘅名義咧被派去嘅，所以佢咧可能咧佢平時咧就着件夏威夷恤坐飛機咁，但係咧真正要做嘢嗰陣時佢就會換過到制服咯。咁當然個制服唔係美軍制服嚟嘅，佢換咩制服都冇所謂嘅，因為佢哋係subcontractor嚟㗎。咁所以台灣當然有美軍啦，而且啲美軍仲已經係派到去金門、馬祖、澎湖嗰啲外島嗰度㗎啦。點解咧？因為咧呢啲亦都已經唔係咩秘密啦，因為佢哋都直接出現喺演習嘅場地嘅附近，所以咧其實咧呢個咧已經係擺明係做俾解放軍睇㗎啦，就係話美軍喺度㗎，你夠膽就肥埋嚟啦，就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同你講就係話喺呢啲咁嘅誒情況咧，我覺得嚟講咧係以阿明居正老師啦，上次你講到明居正老師啦，佢亦都係有提到就係話咧，台灣咧會覺得好不安啦，但係咧亦都係非常之安全嘅。不安嘅意思係心理上不安啊，因為你會成日咧俾呢個習近平恐嚇啦，但係同時咧，你會發覺咧，台灣咧有好多人嚟幫手啦，所以非常之安全啦，亦都唔會話咧咁容易咧俾你滲透得到。因為我講真，而家你頭先講嗰個貼牌嗰個事情咧，就係話台灣有好多公司咧，因為冇自己嘅研發能力啦，全部都係靠賣中國貨啦。咁以後可唔可以再繼續賣中國貨咧？我相信都幾難嘅啦。原因就係因為咧，美國已經係睇穿咗呢單嘢啦，所以咧，全世界咧都唔可以咧俾佢哋洗產地噶啦，包括台灣都係。咁所以咧，呢啲咁嘅公司咧就會係慢慢就消失噶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就係要焗呢個中國咧就嗰個經濟下滑啦。咁佢冇錢嘅話，佢就咧就希望有即係民眾會起革命啦。因為中國人
要革命咧，或者要推翻呢個政府咧，基本上就係你一定要令到佢哋飢餓，佢哋先至會去革命嘅。如果唔係咧，只要有飯食咧，佢哋就唔會去革命。咁呢一樣嘢，冇錯，佢哋唔會為咗一啲自由啊、理想而去民主搞革命，係咯，為咗嗰啲理想係啦，就唔啊去搞。會嘅。佢一日冇嘢食啊，冇工返啊，食樹皮食草啊，可能佢就會諗住，哇，要革命啦，唔得啦，食草會。咁樣所以嚟講，而家不過以前咧，咪就係咁嘅情況咯。嗰啲大饑荒時期咧，佢哋又唔起義喎。大饑荒啊，死咗咁呢樣嘢其實就係嘛。就係中國人嘅悲哀啦，因為中國人其實咧就就係好願意當一我覺得個食飽飯嘅奴隸嘅。以前咧就係中共咧洗腦洗得好犀利啦，咁中國人咧就以為咧就大饑荒係所謂嘅3年自然災害啊嘛，咁而家咧。我知。而家咧嗰啲網絡咁發達，中國人都知咩回事啦。應該而家再食草、再食樹皮嘅話，佢就唔理你噶啦，就會起義噶啦。佢呃唔到，佢話又係自然災害，又係3年自然災害，係咪啊？咁佢咪搞個好簡單啫，佢咪搞個即係搞個 Covid 20咯，搞個傳染病出嚟咪得咯。哦，又搞個 Covid 係啦係19啦，嘅 Covid 20，即係 Covid 20係啦，係啦，咪得咯咁你即係好簡單啫嘛，因為佢咪變進入緊急狀態咯，佢咪好似以前Covid 19嗰陣時，咁你咪咧令到你哋啲人即係一定要即係容易管理咯，嗯係咪先？你唔聽使嘅話，咪拉你去呢個方艙禁關禁閉禁節集中營。閉嘅地方咯係啦係啦係啦，只所以有只有其實中共呢個呢個地方先至有呢個所謂嘅集中營、方艙集中營喎，哇！一個一個困住，係啦係啦然之後封住係啦窗、封住門，咁嗰啲百姓咧，居然咧係咁聽話嘅喎，咁啊睇完全被洗你腦啊！係咯，咁你所以點解而家全世界坦白講咧都係排華嘅，同埋尤其是我同你講啊，馬來西亞將會迎接另外一個排華嘅事件啊！我相信大概喺點解啊？快則就半年，慢則咧就1-2年，因為而點解家馬來西亞咧就因為安華執政啊嘛，咁安華因為係華人啦，同埋佢咧已經係開放咗俾中國人咧無簽證就可以入境噶啦，即係話無而家。簽證？係啊，只要你攞住中國 passport 護照就可以咧直接入境呢個馬來西亞噶啦。咁我同你講啦，即係因為其實馬來西亞係一個非常之忌諱呢個中國華人嘅尤其是中國人啦嚇，因為以前馬來西亞係同馬共係有打過仗噶嘛，當其時英國人都仲喺度，所以我唔知你知唔知道，當年呢個 ICAC 第一個ICAC 嘅嗰個叫咩啊？應該叫做部長或者係咧即係廉政公署嘅頭啦，就係其實咧佢就叫基達爵士啊嘛。基達爵士嚟香港之前咧，佢就係喺馬來西亞打馬共嘅，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嚟到香港咧，其實係採取一個鐵腕嘅手段咧，即係呢個古仔咧，要講咧又係好耐嘅話長，但係我長話短説啦，就好簡單。當年呢個叫反貪污嘅行動咧，其實咧我自己認為就唔係一個真係為咗反貪污咁簡單，因為當其時嘅警隊裏面咧太多都係台灣嘅特務或者係叫做青幫啦。因為就係大粒啊咧呢個
嗰啲手下嚟嘅，咁樣咧，所以咧，因為佢以前喺中國都係揸槍嘅啫嘛，佢落到嚟香港咁都唔識做㗎，佢都唔識字嘅，咁咪揸槍咯，咁咪去做警察咯，咁樣做警察又有錢收，又可以賄賂，咁樣咧變咗咧就其實好多都係台灣特務嚟嘅，咁但係後來因為英國政府同呢個北平政府咧就妥協咗啦，所以咧就借呢個所以借呢個叫做廉政為名咧，就其實咧就係趕走晒呢班人嘅，所以香港嗰個即係五億探長啊雷諾咧，其實咧電影裏面嚇話佢去咗加拿大。即係就隱居，其實係錯嘅。佢係喺台灣，佢係翻咗去台灣嘅，而且喺台灣死嘅，都係前幾即係十年前嘅事啫。即係佢喺台灣死嗰係10年前嘅事到啦。咁所以雷諾咧本身咧，佢點解佢無啦啦會嚟到台灣咧？因為第一佢都唔識英文啦，第二咧講緊嗰個年代咧亦都冇乜機會去加拿大移民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咧被遣返咗係台灣嘅，包括咗曾志偉啦，曾志偉佢老豆都係雷諾嗰啲人嚟㗎，都係喺台灣嚟咗台灣之後，後來再翻香港嘅啫嘛。咁所以咧呢啲咁嘅事情咧，就係嗰個脈絡咧，其實可以估得到嘅。當然啦咧你要去到英國嗰個解密檔案裏面，你可能會揾到啲蛛絲馬跡嘅。咁我冇去咁做啦，咁所以我就只能夠用自己嘅個人理解啦。咁但係 anyway 乜都好啦咧，事情就係其實你要知道自己嗰個歷史背景咧，你必須要去英國嘅解密檔案室裏面咧去翻查英國嘅檔案，然之後你先會知道香港嘅真實歷史嘅，而唔係咧睇埋啲咁嘅咩九龍城寨啊嗰啲咁嘅咩叫做咧反毒啊呢啲咁嘅電影裏面咧，其實講一啲嘢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咁我覺得講係咁多啦，今日因為而家都差唔多講一個鐘頭啦，但係我就會最後就係奉勸就係話香港人就係話你要搞清楚自己個 identity，你要搞清楚自己嘅身份，然之後你再要去即係為咗自己去爭取下一代嘅一啲機會啦。你唔好咧，即係到咗咧而家呢個田地咧就苟且偷安啦。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投票呢個香港議會啦。就呢個係我最後嘅一個俾大家嘅一個忠告啦，就咁樣。係投票俾8號坡，係啊，係啦，6號張信賢。係多謝，係咁我哋下次再見。好啊，拜拜。好，多謝晒，拜拜。